嘅時候，我哋先收腹，然後慢慢將個屁股同個腰遞高，放翻落嚟，收腹，慢慢將個腰遞高，落翻落嚟。我哋會總共做15下㗎，收腹，然後遞高個屁股，慢慢落翻落嚟。去到最高點嘅時候呢，都千祈唔好拗條腰，係靠用個屁股同埋大髀後面嘅肌肉呢遞高嘅，所以條腰呢係完全係平。6下。7，如果你中意係靠呼吸嘅呢，上去嘅時候呼氣，8、9，落嚟嘅時候吸氣，10、11，最緊要唔好夾硬咬條腰，12、13、14、15，然後停喺上邊，將隻腳擘開，兩隻腳一齊擘開。我哋會總共做30下㗎，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嘅。